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明辉是我的后婿，是阮囡仔老爸。假使人若是要来迫害我一定会不丢手段来对付伊。除非伊，除非什么？你袂惊干呢？知啊，惊我半点袂忝。唔免啊，我去办事啊。你按算将来，要向囡仔安怎讲你的身世？我还袂考虑遐尔济，安抚你会做你放心。我绝对袂甲囡仔讲伊真正的身世。我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介绍你一个人，你应该马上甲伊结婚去。伊叫赵永平，是阮公司的地理秘书，人生做袂歹，而且阁是刘备的媳妇，对查某人更加是温柔体贴。你若嫁互伊哦，绝对袂后悔。当然啦，我会予伊一大笔的钱作为补偿。一世人我是袂结婚。丽丽，你约我出来的目的我已经知影，我也甲你保证过，我绝对袂去破坏你甲明辉的婚姻，是毋是随在你？我还有个代志，是嘞。等下，既然我提出的条件你无同意，无规矩，我予你一笔钱，你带恁老母离开台北，愈远愈好，永远拢莫回来。我无爱你的钱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离开台北。不是即马，天蛇即马受伤，住伫病院，大嫂一个人无法度甲照顾，需要我甲帮忙。只要等天蛇若出院，我即时就走。袂用的，明辉爸母已经知影你的身份啦，你若继续留落来，早晚你会知影事实。恁大兄兄，我会叫阿土暗中去帮助因，袂予因受到一点仔委屈，安尼总会用啊吼。你还搁咧求助啥？你甲恁老母害到我惨爸爸，最后一面都见袂着，这我拢无甲你计较。你若是搁破坏我甲明辉幸福，我绝对无放你煞。好，我知，我决定啊，我永远幸福。好啊，今总从我假死第一只查某，迄美惠是你的亲仔姊，你竟用这样斩你的手段要赶伊走？好，我嘛袂当让你好日子通啊过，毋是来试看卖个。阿春啊！哎呦，阿伯阿姆呐，你哪会这么慢啊？我等下要急死啊！阿春啊，
啊，等你店都唔拍互呢，啊，找阮啥物代志啦？迄无准算啊！我即摆已经决定，我随甲因签约，将店拍互恁。阿春啊，你这个人哈安尼反其反倒，像你这款做代志吼，我无兴趣甲你合作啦。来，去。先等下啦，阿伯，咱拢去互骗去安尼。啊？想袂到讲丽玲对咱母仔囝还阁遮尔啊怨恨。本来我是想讲，好过两工，找一个机会，再阁来甲讲恁两个姊妹啊真正的关系。妈，莫讲啊啦，丽玲伊绝对袂相信的。你若甲讲我是伊的亲大姊，伊凡世阁会怀疑咱有啥物无对，想要借机会接近伊咧。毋过恁爸爸在生的时阵，伊有交代，叫我一定爱伫活着的时，将即件代志甲办好势。无你是叫我将来要安怎去周转之后，见恁阿爸咧？阿伯、阿母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王啊，等你嘛讲一下话咧，咱即摆是要安怎就好啦。美惠迄个查某囡仔哦，实在有够可怜的。来，行，咱带美惠的母仔倒来出来做伙大。我总知哦，会晓毋治迄个不孝子，要不袂当毋认这个有情有义的媳妇，甲这个囡仔。王啊，你等我者。阿母嘛，咱嘛要紧来，万一美惠来离婚，咱袂负安尼。王嘛。妈，小宝食饱。这个囡仔实在有够乖，吃饱就困。我毋知以后还阁有机会当转来看伊无。行啦，我来。不要紧啦，咱紧来去啦。囡仔刚才在哭，我来看伊。妈，你爱较紧的，我是关袂赴车帮。啊，好啦，无来行啦。妈，我来看啦，你身体无好，袂用叫我忝着，互我看啦。你是有心的人，免那会堪要摕车动的物件啦。吼，头前有车牌啊，我摕着好啊啦。妈，李伟啊，哎呦，我恁那大惊小惊遮济物件，你是要去对啦？来来，我爱看啦，哪会遮重安尼啦？哦，妈，人个搬厝嘛无遮济行李，啊，你是哪像要离家出走哦？阿头啊，我妈妈讲哦，伊真久无转去庄卡啦，啊，想讲即几工仔无代志，要转去行行，过两工才阁起来啦。妈，啊你倒仔人啊？我嘛是鹿港人啊。鹿港哦，啊咱鹿港甲阮中华都隔壁尔。哎呦，你也毋较早讲的吼，我怎甲公司哦，请一下假的吼，开车载恁倒来下港啊。啊你若用转去厝，啊我会用转来看阮的弟朋友啊。唔免啦，啊反正阮若无赶时间，坐火车嘛真方便啊。妈，紧行啦。李伟啊，你怎啊急人呢？你无代志拍我做啊啦？我拍伊啊，佮算我食客气，你这唔食甲不当囡仔，你迄两个仔仔，你互伊出去我。你是咧起笑是无？你无看我是咧甲因斗相共？对啊，嘛你定爱做公孙啊？这个赤查某无代无志，就甲我绑来，我是咧甲因母仔囝斗相共啊！你讲安尼敢唔理是无？拍你真好啦，我是惊讲双手拍垃圾去啦，啊无恁爸吼就互你当个粗把。阿
伯，你误会阿土啊啦，伊无对我安怎啦？哎呦，你这个妖伤紧啊你啊哈！哦，听讲我安尼自细汉就甲你斗做敢若家己的亲生囝共款，你连阮的宝贝孙女也要甲我害好死啊！闭嘴！闭嘴！你看医生。免啦，我无代志，不要紧啦。美惠啊，来，先啉一个茶吼，休困一下，甲咱再讲哈。妈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已经无代志啊。阿土，歹势啦，阿母大嫂着较急性，无问清楚就动手甲你拍，你莫怪伊啦吼。我已经有甲回过失礼啊，你是安甲会回失礼啊？啊，我着看伊寒兄弟，也准是丽玲拍要赶恁走的。大嫂，美惠，你甲丽玲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啊。我嘛将所有的代志拢讲互阿伯甲阿姆听啊。大嫂，你要哪会？哎呦，戆囡仔哩啊！等你为着明辉吼受汉一个委屈，搁食汉尼济苦，你毋着爱甲阮讲才对。啊，准做讲吼，阮无法度替你做主，无阮嘛会好好照顾你，嘛袂放你去互别人欺负啊。就是安尼，要毋好较早阿孙仔赶紧来甲你讲，啊无人去办一骹步咧。甲天家的遐尼快，阮是要去对找恁啦。当恁老母甲你啦，一个是有血感，啊，一个有病啦，是会当翕去偌倒的。哦，我甲你一个囡仔，哪里遮尔好度啦？阿土啊，你去叫台计程车来。哦好。等，叫两台，我要带美惠甲师母倒转来厝里。这边哪会？阿伯，我看毋免啦，迄美惠甲阿姆遐是住伫我遮较方便啦。袂用一啦，即摆因两个去住遮吼，互迄个查某知影，绝对袂放伊煞来。师母甲美惠遐个软正哦，无法度互人对付因啦。嘿，啊，怎啊你忘身忘徛到创啊？啊，紧去。好。哎，等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若去甲迄个问声囝讲，你有即摆啥物所在哦，恁爸就甲你剥皮地粗坑。爸啊，我就抓啦，我绝对拢袂讲嘴，啊无我就死了教拖。好，去。是。阿春啊，来，你甲我斗付钱，啊我付美惠吼，咱来去外口等车。哦好，阿姆，多谢你的好意啦。啊，毋过我甲阮妈妈。美惠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倒来厝里搭讲。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啊，你毋免甲我生气。嘿啦。车来快，来。咱厝再好讲啦，好来，慢慢来哈，好好是顺利了。
你打电话去工厂，讲厝内面有要紧的代志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叫我生日你袂记啊？我前两天有提醒你讲，叫你下班较早来中我食饭，食饱了后，咱先去夜总会行行咧。你即久无做，出去行行咧。是嘞。工厂今仔夜晚加班，你若想要佚佗，你一个人去袂使，我无用伫。明辉，最起码你莫食过这顿才走，好无？为了这顿，我已经无闲几工啊。我伫工厂内底已经食过便当啊。明辉，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你会使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改，好无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丽玲，真久无见面啊！是你，你走。丽玲，我知影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我不应该遮尔啊冲动。这几工吼，我伫恁厝面头前已经过几啊工啊。我就是无这勇气甲你饲进去。拄则
我看到明辉出去，我唔知。赵永平，你这屁屁的，你竟然敢死我！我绝对无这个意思哦。丽玲，我下面就抓，我对你绝对无恶意的啦。我只不过是关心你，我希望你当快乐啊。我快乐无快乐，和你什么关系？你走，你给我走！好啦，我会走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哪知我惊死唉，当你爱着一人时阵，莫讲是伊的生日啦，就是伊的生活习惯，甚至喜怒哀乐，拢会去影响着一人的情绪。哦，为了伊，我甚至牺牲查某人上宝贵的。为着你的婚，你应该走。明知这是一出好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咱有的模糊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条蛇路，一条袂当回头的路，捧着烧酒，香香饮落去，已经不知滋味。啊，请你倒转去，就此，请你要。